人讲哦，德是土地公的饲无鸡，这条新闻有影是甲天公照胆。这高雄美浓有一间要100年的土地公庙，最近规间庙呢，互人用这乌漆破甲规间乌糟糟。土地公的这个金身呢，也用乌布盖起来，甚至摕这死蛇死鸡啊，放伫咧香炉内面。本地是掠准讲是有人伫遐乌白母，想要到竟然是地主，想要甲这土地收到登记，逼地方甲这庙迁走的手段。民众手头挂咧，女仔摕咧涂骹一直找，因为高雄美浓德行里这间土地公庙，规个涂骹拼倒条啊顶悬，拢红用乌漆破甲乌糟糟，桌顶香炉、天公炉也拢用红漆乌白喷。民众讲，大家9月份才拄寄具甲庙四界拢翻新，原来当作是人做嘅，后来才知是地主家己做的。去拿那个手死掉的手啊，就放在那个里面，因为你要动这个土地公有没有？地主是他。他跟你说你土地公你不要动，你硬给他动，他当然是跟你硬来啊。地主认为庙起伫咧伊的土地要翻新，拢无先甲伊参详，伤过无尊重，因此准备要甲土地收回来，家己做实用。民众讲，这块地大约4分块，土地公庙原底是起伫咧田中，后来才刷出来路边，甲呾已经有成100年的历史。无论是拄开始的起庙，还是后来2摆的翻新，拢是地方寄具的。即卖地主爱庙迁走，大家望代志会当有抽提做法。跟他沟通看庙。还用承租1年多少钱给你，还是我们跟你买起来？公庙坐落于私人土地上，依照民法有关的规定，地主得请求排除占用或支付相当的租金。若本案土地纠纷呢涉及私权争执，除了法律诉讼以外，亦得向区公所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。看到土地公庙正做这款模样，民众心内拢感觉真唔甘。现在地主已经申请鉴界，准备要行法院讨过土地。民众讲，大家会搁找时间甲地主好好参详，望土地公庙会当继续伫遮保庇地方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阳昌报道。